随着少子化的冲击，这几年有真侪大学收起来，亲像高雄的河村技术学院，今年5月也宣布停办。目前两个校区是由高雄市政府接手规划，因为大寮地区的这个中庄呢，是遐附近无公园，地方就建议市政府赶紧把这校地活化运用。 伫高雄的河村技术学院今年5月停办，即马校园已经无学生，是冷冷清清。河村是私校退场条例头一间退场的学校，目前大寮校区部分租予社会团体，大华校区是予国小使用。地方期待学校无用到的空间会当活化，但是湿地公园供民众使用嘛是袂歹的选择。区公所啦吼，咱大寮河井，咱的大寮卫生所。 因为咱集中伫遐，然后包括阮大寮吼，24个里，来遮集中办公啦吼，就讲毋免逐个拢安尼走去走落啦。高雄河村技术学院拢总有2个校区，大寮校区是学校用地，大华校区是大堂的地。记者实际来到学校，学校老师回应讲，今年5月退场条例顶悬就有写，退场的学校是由市府管理。目前2个校区拢是予高雄市政府财产等咧计算，未来交予政府规划。是现在是归教育部在管辖，那我们有跟教育部在协商，说是不是交由我们来代管啊？所以，我想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了。我们先把那边校园先把它打开。 因为少子化冲击，这几档拢学校退场。台南的台湾首府大学去年退场，但市政府是按算要将学校转型做运动中心、办公厅等功能园区，上紧明年就开始规划。地方五嘛，河村校区嘛当活化，好好运用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